大罢免来到第3阶段，中选会伫暗头宣布审定头一批罢免案结果，要伫咧7月26举行投票。以色列和伊朗政府无停歇，有媒体讲，Trump 已经批准出兵伊朗的军事计划，北京也讲，Trump 会伫咧2礼拜内做出决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大罢免来到第3阶段咯，中选会伫暗头宣布审定头一批罢免案的结果，要伫咧7月26举行投票。各地头也继续伫咧吹，亲像这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明才领含人伫面册顶头，伊就发表背自杀声明，讲有误导来介入这个罢免。若讲到要罢免这国民党立委齐卡心的领含人做形成讲要辩论，若齐卡心强调无伫咧惊，毋过双方也被超好势。针对全台湾立委的罢免案，中选会20公告，包括鲍坤基、齐卡心、王宏维在内，当中24个国民党的立委，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成案，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投票日定伫7月26。另外，南投马文君甲尤浩这2案，也伫县选委会补件审查当中。也若当伫补件期间呢，包括台中颜宽恒、杨庆英、江启臣、新竹县林书明，也阁有新北罗明才等5案。没到届选不能忍，同意罢免民财滚。800支罢免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误导介入民主运动，因为罢免拿赢立委罗明才代表人17发出未自杀的声明，讲伊去互恐吓。警方第一时间介入，加强巡逻。即马当地补件期间，罢免团体是搁一届发声，叫罗明才落台。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恶势力来对抗。选举奥博的个出现了哈，那选举你就照规定要怎么选，把你的理念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哈。背回不实的谣言，罗明才搁一届唱歌回应，也若罢免拿赢立委齐卡心的代表人做形成，是一直话讲要甲对方公开辩论，不过双方针对地点甲形式是一直敲袂好势。我今天呢就会把这个邀请信寄到反共什么护台什么联盟的他们的办公室，让曹兴诚先生6选1，不可能6选1你还选不出来吧？辩论对徐小新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啦。那他提的这个六个地方，坦白讲都是一样的，它基本上都是一些相对亲中亲蓝的一些选项。不过，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19日花莲宣讲，以员工忠义的精神，这个拿赢立委鲍坤基对国家不忠不义，鲍坤基嘛出来反击。民进党应该适可而止。赖清德总统这次推动大罢免，不止违反全世界的民主常态，而且呢，除了把灾区当秀场，竟然也把宗教当作一个斗争的舞台。林右昌20日人面册呼吁人民站出来，因为过去鲍坤基捌讲到顺我食枪，逆我食亡，这甲宗教当作是统治华人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片哦，这礁苏北头颈中道有一只游艇，唔知虾米款的原因出来导火烧，经销和华顺赶到现场拍火，其中一名姓翁的船员跳海逃生，受伤送病院，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对这个画面当中，咱看到这游艇是冲出乌烟出来，经销和华顺赶到现场拍火，也因为这火伤过猛啊，就一位船员的跳海逃生，膝部有受伤，目前送病院治疗。那这游艇是规只小甲乌索索。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昨暗7点左右呢，这东部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有翕到一段影像，有一道光线出现伫咧半天顶，民众开始乱摇啊。但管处表示讲，经过航班比对，是对香港飞来到花莲第8飞行机。画面内面出现一个光点，一开始无遐尼光，后壁是愈来愈光，佮出现地站停止，也是一个啊光，一个啊暗，甚至海面佮出现倒影。这段画面是出现伫东部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即时影像，一出现就引起民众的讨论。实在是太奇妙的东西，那几秒而已，然后几秒就不见，它很大的一个物体。根据即时影像显示讲，时间是19暗时7点左右，迄间空勤总队和空军拢无勤务，嘛无暗时巡逻的任务。那边专家对画面来研判讲，这敢若无像一般的飞行器。因为我们旁边看到也有月亮的那个倒影，什么都很清楚。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在海面上那么低开这种灯，
是除非它有很特殊的需求。点名专家讲，对关岛和发光体伊本身的光度来看，敢是飞行器还是船舰搁进一步来确认。飞行系学者是认为讲，集星仔上镜头的位是拄好对着花莲的大石片海峡，嘛确实是伫个机场的离岛场航路顶悬，推测是当在进场的飞行机降落的时阵，关岛是正对着集星仔上的镜头。那实际上，在这个明亮的光点的左右两侧，隐约都有一些阴影，所以看起来应该是正常的飞机，白光非常的亮，很显著的情况下，那再加上整个背景的因素，所以这个俗称的左红右绿，基本上在这边就会容易被掩盖掉。那这次的画面，其实后来也有人帮我们查到，原来是那个香港到花莲的那个直航的班机，它刚好在那个花莲外海的地方刚好转弯嘛。东莞处表示讲，当地本来就是民航机和军机进场的区域，经过比对，迄当阵的航班，确认迄当阵都是架空进场的飞行机当地降落，因为机北的信标灯和集星影像的镜头翕到，才会出现这个画面，嘛，互民众有遮尔济的想象。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这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因已经拍一礼拜了。伊朗的核电厂、核子反应炉等几多10个所在受到轰炸。那伊朗的飞弹和无人机是锁定目标攻击。以色列军事情报指挥中心中部和南部拢有传出着伤亡。另外，美国媒体掌握到消息，讲 Trump 已经批准出兵伊朗的军事计划。白宫发言人19表示 ，Trump 会伫2礼拜内做出决定。那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就讲，美军若准加入以色列，会害这个所在变做地降。以色列军方19公布引爆阿拉克一个淡水核子反应炉的影片，伊拢收到伫乌兰警报一直咧亮，而且透明空中拢出现防空系统炸飞弹的景象。 חיל האוויר ממשיך ותוקף ומעמיק את הפגיעות בכלל הרכיבים כפי שהגדרנו במטרות המלחמה. פגענו באתרי גרעין, גם בבושאר, גם באספהאן, גם בנתנז, ונמשיך לפגוע גם במתקנים אחרים. 以色列中部一个城镇科学园区的军事情报营和军事指挥所，是互伊朗的飞弹和无人机锁定。瓦特拉维夫的一个主体区有几啊栋建筑轰爆甲密密麻麻，双方开战一礼拜，以色列方面至少24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总部伫华府的人权团体讲，伊朗境内至少有639个人死亡。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迄天在巡视南部城市贝尔谢巴防空袭的地点的时阵，甲德乌兰呛声讲，因会为这来付出重大代价。אני אמרתי שאנחנו נעשה כל מה שצריך בכוחות עצמנו כדי להגן על עצמנו, ויש לנו את היכולת לעשות הכל. אבל אנחנו גם מעריכים כל החלטה שהנשיא טראמפ יקבל. הוא יעשה מה שטוב לאמריקה, אנחנו נעשה ואני אעשה מה שטוב לישראל. והשותפות בינינו היא מאוד איתנה. 美國媒體掌握嘅消息，講川普已經批准出兵伊朗嘅軍事計劃。白宮嘅發言人利維特19號媒體一直問到這，表示川普會喺2禮拜內做決定。Would the president go to Congress to seek war authority? I'm not going to engage in hypotheticals. I gave you the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He'll make a decision within 2 weeks. 伊朗的副外長哈蒂博扎德喺接受 BBC 嘅訪問嘅時陣指出講，美軍若是加入以色列，會讓規個地區都陷入地獄。佢講外交是第一選項，但是喺空襲行動持續發生嘅時陣，伊朗是無法度開始任何談判。另外一方面，英國、法國和德國3國嘅外長20日喺瑞士嘅日內瓦和伊朗嘅外交部長阿拉格齊來會談，想要透過外交手段來降低區域嘅緊張。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以色列想要將伊朗的放煙島核子設施中毀掉，不過到今也是找無報。根據了解呢，這核子設施是藏在伊朗山區地下90公尺深的所在。外界認為伊朗可能是在做核子武器。美國總統川普表示，會喺未來2禮拜內決定是唔是要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不過外界關心的焦點之一是，伊朗早喺2002年就開始秘密打造福爾多核濃縮設施，這是伊朗製作武器級濃縮鈾的地點。2015年，伊朗甲西方達成的核協議當中，早就明定禁止伊朗喺這個所在繼續進行鈾濃縮活動。不過，即馬喺福爾多設施內已經有2700台離心機。其中有350台已經是上先進的機型，而且已經甲鈾濃縮到60%的純度。雖然軍事分析家普遍認為，全世界就敢若美國有碉堡砌星這種
重型阵地炸弹，会当摧毁藏伫地底的福尔多设施。啊，不过美国是毋是要出手，目前也看不出来。 Is the destruction or the dismantling of the Fordow nuclear enrichment center, is that a prerequisite for a deal? Is that a red line for you? No,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people talk about having.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it, but that doesn't mean I'm going to do it at all. 其实外界对于福尔多设施的了解，全部拢是为2018年以色列情报单位所偷摕一批伊朗文件。 其中显示，伊朗准备伫福尔多设施生产武器级的铀，而且目标是当年至少做1粒至2粒核武。因为伊的位置真深，卫星的影像嘛，敢若看到伫伊朗圣库姆附近有5条崩坑软入去山面，也加一座可能是崩坑入口的白色四角形建筑物。The U.S. imposed significant sanctions on the Iranian economy. Iran has escalated by advancing its program. Significantly, it is enriching uranium at higher levels. It has amassed more centrifuges, while intelligence agencies say that they do not believe Iran has decided yet to weaponize its program. It is certainly very advanced and dangerously close. 美国华府智库科学家国际安全研究所 ICS 最近的评估，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已经会当伫3礼拜内，将现有的60%浓缩铀库存转换做233公斤武器级的铀，会当做9粒核子弹。这就是安怎福尔多设施以色列感觉真刺激，设法要甲完全毁灭的原因。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 20下晡1:40左右，在台中市去到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入口的所在发生崩山，造成车路断气。这游乐区内面大概有50位游客、30台车，也有员工，上百人拢无人受伤，也安排因去到游客中心休困。这现场呢是赶紧出动这脚踏车，还有大型机具到现场抢修。立业保育署表示讲，这几天落西北雨造成崩山，目前也考虑到游客安全，游乐区对即马开始。 拢先休困，一直到整修完成，安全无问题，才搁再开放。来看台北市，搁再发生一个高龄驾驶赛车乱浪的情形。20下晡3点外，一个74岁姓詹的查甫人，伊驶轿车经过着南京西路167巷，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却冲去人行道，害到一个66岁妇女性过路人受伤，送病院了后，加在是无性命危险。1名行人受伤。 12辆机车、4辆自行车及标志杆撞损。本案警方到场处理，自小客车驾驶无受伤，行人右肩受伤，送往台大医院急诊救治。自小客车9侧值为0，肇事责任待厘清中。 看到这监视器画面，本地这台轿车呢是有拍方向灯，唔知虾米款的原因，却强冲去人行道。事故发生了后，管区的警察也来到现场了解情形。这赛车74岁查甫人有驾照也无驾酒，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 也早起9点外，高雄有一台轻铁列车准备要出站，所有民众骑奥多摆挡伫这个列车的头前，也有义警来到现场苦劝双方是无要相让超过10分钟，最后是警方把这个骑奥多摆民众带走，依照公共危险罪来甲上班，啊若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部分呢，也着爱吃罚单。这个查甫人骑奥多摆伫轻铁轨道顶悬来去。 落尾手伫轨道顶悬唔离开，交通员去甲苦劝，因为有一台轻铁列车要通过，毋过伊刚刚唔离开，双方对骑超过10分钟。十字路口，然后一直在那边转，轻轨就停在那边，就没有移动这样。有一台那机车应该是放在那边啊，你呀，那个轻轨有一直888。代志发生伫20早起9点外，拄好是上班上课尖峰时刻，这台列车为数捷加上站等要离开，煞拄到这只奥多摆挡伫轨道。 地速列车慢8分钟。行控中心请义交跟保全前往劝阻。摩托车虽有部分移动，不过仍然有影响行车的风险。最后在9点11分，列车有慢速通过。这个查甫人要离开的时阵，还阁徛去列车头前，列车就要阁一摆停落来。落尾手，这个查甫人互警方带离开现场。不过面对警方问话，伊是一句话都唔讲，嘛无法度交代是安怎会停伫轻铁的区域。因轻轨属于大众捷运系统范畴，本分举依刑法第184条第1项，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将林冉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他要跟
那个轻轨对是太危险了吧，而且也是违法。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除了涉嫌犯公共危险罪以外，嘛违反骑车无按标线、无照规定使用灯光、甲非突发状况，煞是骑的就暂停伫咧车路顶悬等几啊项道路交通条例规定，会甲这个查甫人开4张罚单，计共是43000字的罚金，而且当场禁止伊骑车。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秀水的人仔锅排水昨是规条红记记。这环保局去采样，确认是边仔一间染色工厂排出来，想要到今继续排。业者强调讲，因排水拢是符合这放流水。环保局也讲，若准送检超过标准，就会开罚单。粉红色的水内底有真侪白色的泡，一直排放到河内底。彰化县秀水乡石锅排水19出现水红记记的情形，迄天就民众通报环保局，验过隔工20几年也是继续排放，民众批评政府拢无伫管。记者实际上到现场发现粉红色的水依然继续排放，呼吁民众讲，河道烟花有真侪工厂，水污染的情形已经看久了。头到10点啦，一定看有啊。早起10点，嘿，就有人咧排。有咧排，这算工厂排就是你来就看有啊。彰化县环保局讲，有接到民众检举，连续2天拢有派人来采样，检验的结果上近2礼拜了后就知，已经查到是排放靠附近的一间泥井工厂所排。验过业者讲，排放粉红色的水是制定污水，经过处理了后，有达到放流水的标准排放。工厂要送验讲拢有合格。是符合标准的，我们昨天有马上送测放流水标准，只是它是看起来让人家有害怕，因为它不是天然的颜色。查到那个是一个蓝整叶的放流口，然后当场是有采水送验，那后续如果验起来超标，会依水务法第7条，处罚6万块以上2000万以下罚款。彰化县府讲，这间泥井工厂位伫彰化县东势里村废水总量管制区内底，采用更加严格的管制标准，若验水超过标准，依照水务法罚6万到2000万块罚款。若确认排放到下游的灌水沟仔内底，也会加重采罚的点数。未来会安排连续来稽查。记者综合报道。有外籍移工违法偷掠这野生动物偷来卖，动保团体、县政府也有警方伫苗栗山区查到800多公斤，夺走一块尸体。涂骹拢是动物的尸体，包括山姜、水鹿、山猪等野生动物，也有疑似900的不明物品，总共是800多公斤。流浪动物珍爱协会甲成立苗栗2县府的动防所保持总队人员，18号来到苗栗斗分的山区，查到倒拉输载动物贩售案件。我们这是在现场哦，它是在一个山林间的一个我们讲公寮了哈，然后我们开门之后就是有8个冰柜，然后2个是空的。6个冰柜里面有肉品。动保团体经过半年的调查，掌握有越南籍移工倒拉多载贩售野生动物，而且伫咧苗栗山区租铁皮工厂来放，内底是查到有6个放满动物尸体的冰柜，另外2个已经去用清空，但是现场无火臭味，研判毋是第一现场。苗栗县农业处表示，已经启动行政调查，不明的肉品拢送检，后续请地主来说明，厘清是毋是有参与犯案，甲肉品的来源。发现的这个肉块的来源是不是他知情，他有没有参与或者是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目前还没有办法厘清这些肉块是由地主他有直接参与的一个行为啦。今年4月，台中爆发1名移工拉捕游动狗，宰杀了伫咧网络贩卖，疑似还有一级保育类动物就好，去警方逮捕上班。流浪动物珍爱协会强调，怀疑背后有集团大规模犯案。犯案的移工目前了解已经逃离出境，呼吁政府应该管理非法移工，而且主动查缉，才当避免小型的山林悲剧搁再发生。公视新闻苗栗报道。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正正的署长谢基阳涉嫌霸凌案件，在监察院拜告对劳动部提出纠正，认为劳动部无确实来建立申诉机制，加上这谢基阳乱用就业安定基金的钱，所以呢，这监察院认定这拢是显示劳动部监督失职。我对不起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心。前劳动部劳法署北分署署长谢基阳牵涉到1条霸凌，佮乱开就业安定基金买礼盒送予特定的人士，拢总开92万。若是安尼，连办公室的装潢也是用就业安定基金的钱。检察院认为违规重大，顶礼拜就先通过弹劾案。另外，谢基阳的顶司前劳法署署长蔡明良无先评估谢基阳的领导能力，就直接甲伊升做官，共款互检察院提出弹劾。蔡孟良因为监督不周所以北分署真侪同仁受到这个谢宜龙分署长的这个职场霸凌，所以先提出弹劾。除了谢基阳和蔡明良去互检察院弹劾，检察院拜告也针对劳动部甲北分署提出纠正，认为劳动部是政府机关，无建立1场霸凌的申诉机制。检察院表示，行政院早就伫民国108年就提供相关的流程予政府机关，不过劳动部却拢无落实。阮调查才发现讲，这个劳动部拢无针对行政院所颁布的这个作业流程。所以有真侪受到谢宜龙职场霸凌的员工投诉无门。对此，劳动部是回应，目前已经针对1场霸凌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申诉机制，就业安定基金的使用也已经定出来使用的规范。未来唔来禁止采购礼盒，也会定出宣导品的正常流程，来防止滥用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陈选林巧凯台北报道。台北两党提出废除监察院的修宪案，民众党的黄国昌在今日正式提案成立修宪委员会，国民党团表态支持。不过，黄国昌进前接讯的时阵，甲检察官真正的录音档公开放出来，去向检机告发。目前台北地检署分他一案调查，甲黄国昌列作被告。民众党进前提出废除监察院修宪，表示得到部分国民党立委支持甲联署。20立法院处理成立修宪委员会案，国民党团委本来开放个别委员支持，表态会全部同意。睁大眼睛看清楚，到底是哪一个政党觉得监察院又肥又香？今天的议程，我们主要就是我要特别讲尤其通过可以提案，就是成立修宪委员会以及公平交易委员会的组织法的修法。只是提案人黄国昌在立法院质询的时阵，当场播放好亲像是检察官精神录音带的示范档，也引起争议。民进党团放调讲要加送纪律委员会处理。为什么黄国昌要用造假的资讯来恶整官员，质询法务部？没有恶检，只有恶伪。黄国昌缴委犯事件移送纪律委员会，如果蓝白封杀了这个提案，就是国民党护航。跟那个示范代就是昨天这样子讲，就等于是承认他的代志是真的部分。北检已经收到民众告发，将黄国昌列作涉嫌伪造文书顶罪他日案被告。不过到底是家己制作的示范档，还是真正是检方询问的音档呢？也引起关心。北检火速的分案调查，党检媒3位一体重出江湖。张启凯说他听过的一个是2个同事的事情，可能要问张启凯委员才会知道他自己的争议嘛。好，你去追打黄国昌，继续追打启凯，继续追打民众党，可是你自己打到自己了，请赶快跟你的民众讲，这次北检是有不正信问的，有没有恐吓像流氓一样？面对这个，黄国昌讲自头到尾拢讲是示范段，当时的国民党市委会调委吴宗宪回应会公平看待，无认为有违法的顾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文化部19号在行政院议会当中呢，报告中正纪念堂转型规划，拍算要甲中正纪念堂转型做民主教育园区，也受到这院长杜英泰支持。不过民间团体强调，台湾既然是民主国家，应该爱企图威权化，不应该继续甲蒋中正的党商踩伫遐。台湾走向民主的过程，伫咧威权统治之下所发生的228事件和43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是台湾社会正沉重的伤痕。为了要促进转型正义，文化部办事伫咧行政院推动转型正义汇报会议当中，报告中正纪念堂转型规划，打算伫未来要转型做民主教育园区。院长杜英泰对这项规划表示支持，嘛毋忘强化人权和法治价值的理念。我们继续推广在这个
园区里面的一些人权教育，譬如说，中正纪念堂可以跟国家人权馆办一些国际人权电影节，把中正纪念堂它整个原来是一个威权崇拜的那个形象，渐渐改成是一个民主人权纪念的一个地方。文化部打算把这个民主教育园区用来做历史记忆保存和民主教育推广。不过有民间团体表示，中正纪念堂的性质和其他不义位置无同，是用来纪念独裁者的场所。民团呼吁政府，台湾既然是民主国家，就无应该继续把蒋中正的铜像踩伫遐。但是你上重要是迄身体的处理啊，你迄身继续存在，迄就是对咱台湾民主上大的保障啊！一年有这么100万的观光客来，你是要甲世界观光客传达什么款的咱的民主价值？文化部表示，相关的规划打算上近7月底进前，经过建议的收集和讨论修正了后，会各向行政院报告。第期的规划会办理教育推广活动，深化社会大众对历史的了解，扩大社会沟通。后续嘛会做中长期的规划。原来针对蒋中正铜像的问题，文化部长表示，无论要刷走，还是要继续留咧，到今也无结论。不过未来无排除各种可能。记者卢昌珠、郑准由台北报道。高雄林雅区有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有人伫遐开餐厅去互检举，警方甲市政府联合稽查，才发现讲这大楼地下室防空避难空间违规营业。亲像这款的防空避难场所，全高雄有7000多大，这款地下室上侪会当用来停车，袂当有其他用途。一群人伫路里 QQ66互相抢来抢去，就算警察到场也是唔愿煞。林雅区这间餐酒馆对今年1月开始，小煞有民众报案讲，3更半暝酒馆人去食酒，冤家相拍，妨害安宁。警方通报各局处进行联合稽查，想要到一查煞意外发现，这间餐酒馆有营业登记，但是地点是大楼的1楼，不过规间店其实是开伫有做册列管的地下防空避难所内底。违规营业的状况，所以讲，阮就甲这个状况汇报给公务局。而且伫2月份、甲6月份的时阵，陆续嘛，拢有做临检的动作，同步嘛，拢甲公务局汇报。放满10份，还是讲红用来做餐厅使用安尼？你敢知影讲爱甲相反应？不知道，可能是政府单位，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因为我觉得做来营业使用的话，好像有点太夸张了。若是拄着避难所防违规使用，到底爱甲倒一个单位反映呢？防空避难所的注册管理是警政署，不过若是有违规营业的状况，只有旧市府公务局有裁罚权。目前高雄拢总有7359个避难所，公务局表示，这几年毋捌接到类似甲避难所违规营业的案件，因过拢是防乌白囤物件。目前这间餐酒馆已经停业，已经向经贸局办理停业，但4月警察局查获经营酒吧，本局在6月函请进驻使用人在10日内限期改善。那该场所在6月17号办理歇业。那民众如果发现防空避难室有违规使用的话，那可以通报1999。照规定，只要是6楼以上的公寓大楼，就算无大指示牌，地下室嘛拢是防空避难所。警方强调，避难所是提供大众紧急状况使用，除了停车场，若袂当做其他利用，也袂当限制干那住户会当进入避难，因为这拢是违法的。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郭永昌报道。咱国内肠仔病毒疫情当咧严重，目前为止有5例重症，其中4例死亡。疾管署也召开专家会议，决议修正饲保令的建议。婴仔若准无到3个月，这老母若准有可能感染到肠仔病毒，就袂当饲保令。因为这保令防证是讲内面可能有肠仔病毒，就要等这老母好利利才会当继续饲。今年肠病毒当前创下6年同期新冠的纪录，其中5例是新生儿，有4例死亡，全部拢是胃着伊科病毒11型。疾管署这礼拜赶紧召开专家会议了后，20宣布修正饲保令的建议，当婴仔也无满3个月，老母若是敢若胃着肠病毒，应该停止饲保令，因为保令比证实可能含有肠病毒，这是疾管署头一摆呼吁暂停饲保令。依照儿科医学会的建议，未满3个月大的这些小朋友新生儿跟小婴儿的话，如果妈妈是有感染肠病毒的症状或有感染肠病毒的可能的话，那经过医师评估，都建议不要来喂食这个母乳。
疾管署讲，新生儿的免疫系统也未发育完全，一旦若胃着伊可病毒在一型并发重症，致死率有8成，所以建议讲，厝内底若是有新生儿，尽量莫互人客来，也莫对新生儿浸泡。厝内底人若有症状，爱家己隔离，爱定期来消毒囡仔的七套物甲生活用品。也若囡仔出现发烧、发热无好，也是食袂啥落这症状时，爱赶紧去互医生看。3个月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免疫系统本身就不成熟了哈，或者说他感染到之后很容易到处跑到脑部啊，或跑到各个器官，所以3个月以内的小孩子如果发烧甚至生病的话，我们就比较严格的看待了。疾管署讲，大人胃着肠病毒症状也无一定真明显，也较会甲感冒淋斗阵，建议也是爱问这专科医师来做适当的治疗。也来小儿科医师是建议胃着老母至少爱等7天，等病好了再继续饲母奶。另外，若是厝内底有伫要生的妇人人，也应该尽量减少甲外界接触，来降低防胃着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过动症自闭症的少年囡仔，因为无专业的支持，致使一寡囡仔会郁卒或者是伤害家己。民间团体和学者建议政府会当引进外国的生活导师制度，训练学校老师帮助这囡仔走入社会。而社会一寡情绪疾病，亲像自闭症、情绪障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等，伫咧后壁，日本已经甲正名做神经多样性。政府嘛拢直直鼓励这家长带囡仔接受早期治疗。不过，根据台湾人智功能促进协会的统计，台湾大约有3500个新生儿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却敢若1/3接受早期治疗尔。有专家学者嘛呼吁国内就要正名甲污名化名称立掉，去污名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突破污名化，突破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用全新的认知去诠释这件事情，那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其实生活导师他这个 model 是希望引进到台湾，甚至给特教老师去学习，甚至心理师、更是临床师，甚至社工，我相信都能去学习这个 model， 让他们学习这个生活导师的制度之外呢，他就能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有民间团体参加过的专家共同召开记者会，建议政府应当引进特教以外生活导师制度，亲像美国的 TDOS 教育机构长期协助有心理健康问题和神经多样性的青少年。因表示，生活导师的工作都是协助囡仔制定生活管理、情绪管理，也有强化人际互动技巧，来帮助神经多样性的青少年进入社会，嘛通协助学校老师愈了解安怎处理学生的情绪。The goal as life coaches really is to help students, the people we work with, set goals, create plans, and learn the skills necessary for them to reach their ultimate potential. One of the major tools that we use as life coaches and even as therapists, and this is a tool we teach to parents. 并团表示，国内侪家长拢惊家己的囡仔伫咧就医了后，或是接受特教资源的协助以后，互人打标签。希望透过引进生活导师制度，正做串联医疗照护家庭和学校三方的桥梁，互需要帮助的囡仔拢通得到照顾。记者卢尚祖、郑俊友台北报道。犯罪案件被害人甲家属除了爱面对司法流程，身心的创伤也着需要照顾。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甲高雄市启动司法保护医疗关怀联名，串联26间医疗院所，提供就医免挂号费、重伤个案下个别的协助，帮助被害人甲家属会当安心就医。这个我们卫生局在捐款各100万啦，若无够我们再来搁想办法啦。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市府会分别捐出100万，给高雄2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用来帮助这个新成立的司法保护医疗关怀联名。这个联名由环保协会甲高雄市府合作，整合高雄26间医疗院所，提供被害人身体甲心理的医疗协助。未来只要摕这张医疗关怀卡，甲合作的医疗院所，拢会当免挂号费。因为这负担超过负担，伊无愿意去看医生。那已经造成伊的病情一直拖落去，甚至愈来愈严重。这一个家庭可能从此的人家就是讲那变得躺平万劫不复。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在针对他的一个诉求，说我们成立一个医疗关怀联盟，跨科别的一个诊疗。那我想这个对被害人重伤的被害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让他们有了后盾。
法务部长陈明谦讲，要让被害人感受到柔性司法的温暖。高雄市长陈其迈讲，有足侪防苦动的囡仔，甲大拢也是卫生局在照顾，资源永远无嫌济。因毋望这个人民，无论是善款也是医疗院所的加入，拢会当愈来愈济。是重症要送到医学中心的哈，你袂当讲送到市里边有，其他都无，安尼袂使啦哈。所以这个要拜托卫生局，我们再努力一下。环保协会表示，这个合作计划是3年一期，9期自动各刷3年。毋望人民的资源会当愈来愈充足，和被害人伫咧面对诉讼的同时，毋免阁为着就医的代志在烦恼，做真上安心的靠山。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永昌报道。便利商店的服务是愈来愈多元，近日提供这少册行车服务。台南市为着要方便偏乡的民众，伫西港咸水林家等区域引进超商提车服务，只要上网络检测去到超商，就会当少册行车。民众要介绍搁减要领册，暂时伫图书馆，则是西港的便利超商，为了方便偏乡地区的读者，暂时西港咸水量价安定等地区为图书馆拢引入超商取册服务，民众只要事先上网检测，完成照册程序，去指定要伫倒一间超商领册，就会使照时间去领。看完了后，嘛会使直接放入超商门口的行册箱，图书馆的馆员会定期回收，每摆上侪5本。我住的地方其实离图书馆，就不管是附近的图书馆，还是再远一点的图书馆，至少都是要10分钟。可是超商的话，就是我走路就可以到超商。图书馆都有上下班的限制嘛，你也是讲外口的超商24点钟就无这个限制，来会当当遐吼，就是向借册来行册，所以还有这个服务。西港图书馆讲，近来平均整理超过20箱册，显示民众借册意愿确实有提悬。根据统计，目前全台南市馆藏台语文的册，拢总有2542本，今年到单已经借出242本，比去年成长24%。官方指出，近年来配合国家语言政策的推动，社区对台语文本的接受度愈来愈悬。图书馆除了设台语专区，也定期办相关活动。做足侪和甲台语相关的活动，譬如讲台语讲故事，阮有45区的图书馆，阮今年会选10区，会去办100场的台语的讲故事，上有开一个培训班，有密集5天的时间，你会当上这个班了后，会当去考证照。图书馆指出，透过超商24点钟的特色，通解决传统图书馆开放时间的限制，嘛，互阅读更较无束缚。这项超商提册服务是免费的，因讲未来若运作顺利，会去评估拓展到更加侪偏乡的行政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宜兰国小附设幼稚园正重视囡仔母语传承，但日拢举办台语活动。学校今仔日举办台语拍通关游戏，甲新庄大鼓台语册店拢搬来到学校，还有囡仔现场演歌戏，闹热滚滚，咱做伙来看。大家好，我是黄色基幼稚园的陈丽雅，今仔日来帮我庆祝，顺续同齐来去宜兰佚佗。全台湾年纪上细的歌戏团出来表演啊！伫台顶表演的是妈祖婆、千里甲、顺风耳的故事，一寡囡仔塞奶的台语声非常古锥，互台下的大人看了笑嗨嗨。然后手紧弹，嘿，对，就是安尼。囡仔爱起来身上架设10招师傅伫咧边仔哪教哪学，这是学校特别邀请宜兰8档历史的东画庙人员来教。庙方是真阿萨利，几组的新将大鼓拢搬来现场，互小朋友体验。互咱知影讲，小朋友因知影讲，咱这在地文化，伊到底是安怎来的？安怎来这个活动？然后安怎来咧跳这个骹步？这是咱的重点。这是宜兰国小附设幼稚园所举办的台语活动。校长讲，宜兰本身就是一个真有文化底蕴的所在，加上宜兰真侪大家庭，真侪囡仔拢是阿公阿嬷做伙带大汉的。因办这个活动已经是第10档啊。宜兰县大部分拢是属于3代同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因的生活款是同款的。所以咱希望讲，因转去他甲因阿公阿嬷通个讲会出话。感觉台语吼是咱宜兰吼上介重要的这个文化啦。我感觉咱宜兰国小吼办这个台语这个活动吼，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啦。现场嘛有举办台语市啊，互小朋友体验过关活动，邀请在地册店来做推广，鼓励父母加入台语家庭，互台语伫宜兰代代传落去。记者陈亚轩、谢桂玲，宜兰报道。
来看国际新闻，这上任无到一年的泰国总理贝东丹出现政治危机。贝东丹进前和柬埔寨前总理翁心针对两国边境冲突事件有讲电话，这讲电话内容却泄露出去啊！这贝东丹伫电话内面唔但批评家己将领，搁再叫翁心压制，而且这翁心的要求全部拢接受，引起国内民众批评。联合政府第二大党泰祖和党宣布退出联合政府，这军方政变的乌影袂输搁要出现啊！侪反对党的支持者伫办公的政府大楼附近大声要求总理贝东丹辞职落台。แล้วก็รัฐบาลนี้ก็มีการทรยศกับคนไทยด้วยการตั้งใจที่จะแบ่งแยกแผ่นดินไปให้เขมร。代志的起因是因为5月28，两国甲界发生冲突，除了双方的将领隔两天就协商同意退军。前总理戴克辛因查某囝贝东丹，嘛伫咧幕后运用戴克辛家族甲翁心家族的交情，想要化解对立，和平来解决。所以才有6月15电话会谈，差不多17分钟。不过其中的9分钟，18去互流出去。对话内底，贝东丹叫翁心压制，还佫批评发生冲突迄当阵，负责泰国军方的指挥官。It is a breach of diplomatic etiquette, a serious violation of trust, and undermines conduct between two neighboring countries. 反对党认为讲，贝东丹自头至尾拢对柬埔寨伤过软正，除了呼吁贝东丹要辞职，嘛发动民众的抗争，而且伫联合政府内底第二大党泰祖和党上时嘛宣布退出。面对政治的危机，贝东丹除了公开会室内，嘛强调依法主权。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ขอยืนยันอีกครั้งว่าทางรัฐบาลกับกองทัพเองเป็นหนึ่งเดียวกั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ป็นหนึ่งเดียวกับเราด้วยนะคะเพื่อที่จะสามัคคีเอาไว้ในชาติปกป้องอธิปไตยของเราไว้美联社报道指出，以戴克辛家族为主的维泰党，自来甲军方的关系较紧张。戴克辛内阁伫2006年，防军事政变推翻。因小妹英拉当选总理了后，嘛伫2014年拄到同款的情形。这场政治风波未来发展，军方的动向同款是关键。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气候变迁，全世界拢受到影响。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显示，温室气体排放量创新高，地球的碳预算也会伫咧3年内用完。这也抵触到巴黎气候协定要甲全球温度提升控制伫咧1.5度内面的目标呢，变更较困难啊。巴黎出现小影，6月份平均的温度是24度，19月上关温有甲31度。真侪游客拢戴帽仔甲挂乌针目镜，或者是去较凉的所在较袂遐热。因为英国伦敦的气温日按算会到32度。有60外个国际科学家的团队共同发表一份报告，而且刊伫咧期刊的。内底讲到，因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地球的碳预算按算会伫咧未来3年内用了。这互巴黎气候协定要甲全球气温加悬的幅度控制伫咧1.5度以内，希望变甲愈来愈困难。At 1.5 or at 2 degrees, we now expect higher risks to ecosystems, to poor populations, for tipping points to happen, and for extreme events to happen. 所谓的碳预算是要互巴黎协定的目标实现的几率，那依次伫咧50%，全球上济会当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迁小组伫咧2021年估计，苏当时剩的碳预算是5000亿吨的二氧化碳。不过目前上新的研究，剩的预算降到干那剩1300亿吨。研究指出，2024年记录到的全球暖化的程度是前到大毋捌看过的，而且强化对气候变迁灾害控制的能力、甲适应的能力，是完全约袂到碳排放量直头增加的情形。We are seei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extreme heat. We're seeing it on extreme rainfall. We're seeing it on sea level rise and storm surges. If you're in a coastal area, we're seeing it in wildfire. It doesn't affect normal people. It's affecting normal people and it's affecting them all over the world. 报告当中估计，在过去10年，全球平均的气温比工业化进前平均增加1.24度，其中的1.22度是臭树啊、臭森林、燃化石燃料等等人类的活动所致。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